腸道的感染唔定是食歹腹肚，新台病院感染科醫師蔡進祥表示，根據近年來台灣臨床甲公共衛生的監測，一寡原先被認為腸胃炎或者是食歹腹肚的腸道感染，發生佇個特定的族群，因此懷疑甲性行為的傳染有關係。腸道疾病的傳染病的話，它的這個病菌，包含說我們的寄生蟲，像利吉亞米巴，像是梨形鞭毛蟲，像是這個隱孢子蟲。那腸道的細菌呢，包含說這個志賀氏菌，它就是我們俗稱的桿菌性痢疾的致病菌。另外還有彎曲桿菌，還有這個沙門氏菌，還有像產毒素的一個大腸桿菌等等。那這一些病菌呢，它以往都是因為公共的衛生條件不佳，或是因為吃了這個未煮熟，或是呢未清潔的食物，導致呢這個有腹瀉的症狀。但是呢最近在台灣呢發現說，我們近年的這個公共衛生上的監測，發現呢這一些腸道疾病呢開始在特定的族群出現，那很可能呢是經過這個性行為傳播的，特別是呢假設說有經過這個肛門的接觸的一個性行為，那所以說在這個台灣的疾管署自2015年起也注意到說桿菌性痢疾它的這個好發的對象，特別是在本土的個案呢就是也有包含就是我們的這個男性行為，特別是呢有這些口肛接觸的這一些患者。新台病院感染科醫師蔡進祥強調，醫術性傳染的腸道感染的患者，袂用隨便來食抗生素，一定要經過正確的診斷，包括糞便檢體的檢查，必要的時搭配性傳染篩檢，有尿液、肛門、甲啲口腔等，才用個對症來用藥。如果它剛好是不具抗藥性，它有可能在一般的抗生素治療之後就會痊癒。但是呢，因為目前的話，在流行病學的監測上，抗藥性的比例是一直在上升，所以有可能呢會在一般的我們第一線的經驗性抗生素治療的時候，可能會治療失敗。對，是有可能。那另外就是肛門 PE 菌的感染的話 ，PE 菌的感染必須要用一種特定的抗生素，叫做 doxycycline 的抗生素那多喜霉素這個抗生素的話，一般不在我們的感染性腹瀉的抗生素處方的選項裡面，所以必須是因為經過這個我們的核酸檢測，發現是 PE 菌陽性之後的話，才發現說原來是 PE 菌的感染導致他這些腸胃不適，那才會去進一步的治療。醫師指出，如果有肛門接觸的性行為以後，出現包括腹瀉、血便，或者是痢疾後腫、肛門痛痛、有分泌物等症狀，而且超過3天還閣無改善，就應該量早來就醫評估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